2026年屬猴嘅朋友，今年你哋咧冇太歲嘅衝合，整體嘅運勢咧係屬於平穩，再加上有文昌同埋驛馬兩個吉星咧照住你哋，所以今年你哋咧可以咧提升你哋嘅智慧，同埋咧主動出擊嘅好時機。文昌星咧係幫你嘅頭腦咧清晰嘅，你個學習同埋思考嘅能力咧都會比較強。無論你係準備考試啊、升學啊，定係處理一啲文件上面，或者你都要學一啲新嘅技術，例如 AI 呢方面啦，都會咧得心應手，好容易咧得到別人嘅認可。而驛馬星咧就係代表咧機會喺遠方，亦都需要喺變動當中嘅嗱，所以今年咧你一定要多啲出門口，多啲走動。無論你係出差啊、旅行啊，甚至乎咧你可以考慮咧換你個工作嘅環境嘅嗱。總之咧走嚟走去咧就可以將呢粒星嘅能量咧發揮到最大，佢會為你咧帶來新嘅機遇同埋視野。不過唯一一個空星咧就係孤神啦，佢會令到你嘅心水咧會感覺到孤單同埋悶悶不樂。喺呢個時候你記住咧唔好屈埋自己，主動約啲朋友出嚟傾下偈啊，或者去個旅行啊，培養下一啲新嘅興趣，分散翻呢一個嘅注意力。驛馬星帶來嘅走動咧，正好咧就可以幫你沖散呢一種憂鬱感。嗱，總之今年記住呢個口訣：成文昌增智慧，借驛馬抗機遇，化孤神多聯誼，動靜結合，福慧雙收。想借助呢個文昌星嘅名利同埋智慧，了解自己2026年嘅運勢，記得分享同埋留言2026運勢，老師會協助大家。記得 WhatsApp 我啦。